過來這件驚險的連環車禍發生在花蓮的市區，一台小客車無照規定，就直接切入去內底邊的車道，結果後壁直客的機車袂負反應，弄小客車了後，佫衝撞到對向的車輛，騎士頭殼內出血，受傷真嚴重。一台自用轎車為外車道無拍方向燈，直接切入的內車道，想袂到。後壁直行奧多麥根本就袂負反應，弄到時後座人家先彈起來倒佇塗骹，騎倒麥人是連人帶車衝到對向的車道，真不幸和對面來車弄到。沒有啊，我正常開啊，因為他車子是撞到那個噴過來這邊。受氣到代志發生，經過猶閣會驚，因為當時伊車駛好好，奧多麥就向對面衝過來。代志發生佇14暗時7點半，花蓮市建國路的2段，當時32歲姓王的駕駛駛車向為外車道切入來內車道，甲後壁奧多麥相弄了後，因為弄一個真大的跌速，機車瞬間失控，過去弄到對面的車。36歲姓吳的機車騎士傷勢嚴重，被送去病院。後在這個太太甲對向這個轎車的身軀毛受傷，加載攏無生命危險。本起事故造成吳姓騎士有顱內出血，溫姓乘客腳部骨折及多處擦挫傷，後續由救護人員送往醫院救治。警方初步調查，無依照規定切入內車道，這個姓王的駕駛加對向姓陳的駕駛，攏無糾正反應。當傷姓王的騎士敢有啉這猶太病院抽血檢驗，詳細調處責任，警方還佫調查。